第一句，然后男生念第二句。来，对，请。天花老虎谁遇见？收圆显挂在鼓中，南北两极圆中去。滚圆鼓仄在中央，老虎降下通天教。五里山前对河童，婴儿要想归家去。此念当来弥勒经。好，到这里。不认真哦。免责，不专心哦。好，来，我们换男生第一句，然后女生第二句。对，请。天花老虎谁遇见？收圆显挂在鼓中，南北两极圆中去。滚圆鼓仄在中央，老虎降下通天教。五里山前对河童，婴儿要想归家去。此念当来弥勒经。好，所以我们现在两个有没有？前面两个已经背起来了。天花老虎回玉县，收圆显挂在鼓中，南北两极连中去。滚圆鼓仄在中央，先两行。滚圆鼓仄在中央，收圆显挂在鼓中，然后下面是滚圆鼓仄在中央，这边不用打错。好，来，还有谁呢？好，秉哲加一分。10加一分。来，大家来，那你不是要背吗？我在这边背啊，好，来，开始。哦，好棒棒！来，来。天花老虎回玉县，收圆显挂在鼓中，南北两极圆中去。滚圆鼓仄在东。在中央，好。刚老师有说哦，上面是收圆显挂在鼓中，然后下面是滚圆鼓仄在中央，这边不要搞混的。好，刚刚是两行，
乐经。十念当来弥勒经。好，我们现在对下面这两行哦，那这一点念，马上就可以背起来了。来，老母降下通天窍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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无影山前对河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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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婴儿要想归家去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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持念当来弥勒经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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好，来这两个有没有人背起来？老母降下通天窍，无影山前对河童，婴儿要想归家去，持念当来弥勒经。哦，